讲到南管永过是台湾文人雅士聚会时阵的娱乐，随时上咱台湾的传统戏剧也受到南管的影响。台基文创意园区就举办这讲座，透过传统戏剧歌曲，互民众来熟悉到南管的音乐。 老师示范歌戏的单衫五娘、新骑白马，毛布袋戏的相思灯、冷松子，利用民众熟悉歌曲，互因了解南管音乐的应用甲表现。一般南管吼，互咱的干部以前人感觉就咱较古板，即摆南管无共款，因为经过迄个曲目吼，伊有改变，然后音有改吼，所以互咱即摆的布袋戏甲歌仔戏吼，戏曲伊会当融入内底，嘛较有法度互即摆新世代。 人有法度去接受。南管过去是台湾文人雅士聚会时阵的娱乐之一，音乐风格古朴清雅，甲闹热的北管比起来，一般人可能会较生分。台基文创意园区就举办南管讲座，透过传统戏曲的歌，互民众认捌南管。因为咱平常时拢是伫电视看歌戏的表演，然后今仔日会使当场表演，我感觉非常欢喜。台湾人最爱听这种歌吼，一方唱一方教。 将透过音乐的唱歌甲吟诗方式来推动台语，效果应该真好啦。主办单位表示，南管音乐的旋律优雅，经过民间流传演变，透纳伫台湾的传统戏曲内底。透过活动，除了要增加民众对南管的兴趣，更会使唱歌学台语，推广台湾的本土文化甲语言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